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南斯拉寺举办的长寿法会；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的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致函悼念印度前议员基山考普尔逝世。外交与新闻部发布有关达赖喇嘛尊者4大使命的多语言电子书籍。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功重组。东京世田谷学园教职员工和学生慰问西藏地震灾民。欧洲理事会强调西藏的人权仍然是欧盟重点关切的问题。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访问奥德利维也纳和林次的藏人社区。西藏博物馆北美巡回展览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2月5号上午，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贝勒库北的斯拉寺出席了该寺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并在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将注视110多岁。在达赖喇嘛尊者从扎西伦布寺启程莅临色拉寺时，尊者在该寺的行宫接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第105任甘丹赤巴罗桑多杰仁波切、甘丹东顶和北顶法王，以及色拉妹寺和色拉杰寺、哲凤寺果芒扎仓和哲凤洛塞林寺、上下密院、扎什伦布寺、色举寺和若堆寺等11所寺院的主持。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斯拉寺举办的长寿法会，并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呀，到这里，大家都等舒服难些。那我那长那个现在给送，做了几位的，干巴卡的这个，这个台湾的同志，要么不是。” 老地这个要的，你们都晓得个要的。我呢，小现在单数数是说呢，这个省长牛休息决定的这个，这样子现在该送给跟他们这一呢，叫他们这看不是老的，没谁给他省长牛是要的，他老家的局长是对呀这个，还是俺采访了些头头。 实际上，我呢，拍电视给等到了呀，抗疫这样这个，俺都不都下不严了，特多人呢，人都什么不现在回答不到钱，讲什么老了呀，对电视上讲那些都是嘞，都确实受益。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1月31号在参观西蒙加拉邦境内索纳达地区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寺院，并视察扎西林藏人定居点的各项基础设施后，圆满结束了对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司政边巴次仁在视察索纳达扎西林藏人定居点后，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 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老一辈流亡藏人为建立一个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强大社区所做的贡献，西藏的地缘政治意义以及保护西藏文化的必要性。他还概述了第16届噶夏在流亡藏人社区发展和国际宣传方面的努力。司政进一步批评了中国的领导层，强调了中共内部的政治不稳定、习近平的权力巩固。 经济斗争以及相关政策带来的人口挑战。他还重申西藏的历史地位与一个中国政策毫无关系。另外，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印度国会前议员基山卡尔普尔于上周六2月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逝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在闻讯后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慰问和哀悼。在致给逝者遗孀瑞卡·考普尔的调研信中，司政边巴次仁强调基山·考普尔是西藏人民的朋友，并称赞他为推动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国宝勋章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主张西藏在解决印中边界问题中的重要性。副议长卓玛次仁在调研信中回忆了他与考普尔的会晤，以及他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承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2月1号发布了一本记录来自世界各国的杰出演讲者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方面见解的多语言电子书籍。这本包含藏文、中文、英文和印地文的出版物，恰逢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社区为庆祝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即为期1年的慈悲年之际发行。本书收录了2020年12月第15届噶夏发起的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期间，120多位来自全球19个不同国家的仁波切、教授、历史学家、教师和社会活动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系列讲座活动中，用15种不同的语言分享了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的理解、观察和见解，以及他们与尊者之间的联系和个人经历。本书现已在藏人行政中央的官网上发布，完整的系列演讲节目可通过本台的脸书和 YouTube 频道观看。另外，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二2月4号在伦敦的保德利大厦举行重组仪式。来自苏格兰民族党的议员克里斯劳当选为该小组主席。在选举结束后，来自英国工党、保守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多名议员在重组仪式上表达了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新任主席克里斯劳首先则宣布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正式重组，并感谢来自各党派的议员们对西藏的大力支持。他还呼吁与会议员们关注他提交的有关西藏的早期动议，并鼓励议员们支持和签署该动议。随后，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新任代表次仁央金感谢克里斯劳等议员重组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他期望通过该小组的重要工作，为西藏赢得更高的政治知名度。此外，日本世田所学园前校长小林守卫法师率领教职员工和学生于上周四1月30号访问了日本西藏之家，向今年1月在西藏定日发生的7.1级地震灾民表示慰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最新情况，并强调西藏境内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通过修建水坝和采矿而导致。此外，因来访学生的请求，代表阿若亚博士还就西藏历史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而学生们为西藏地震灾民募捐的资金转交给了驻日本代表。另外，欧洲理事会在最近通过的理事会结论中概述了其2025年的主要人权优先事项，重申了欧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护基本自由的承诺，并强调在此背景下，西藏的人权仍然是欧盟重点关切的问题。欧洲理事会的结论对西藏的局势，包括对基本自由，特别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限制，表达了严重关切，并强调了需要监测的个别人权案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对理事会的结论表示欢迎，强调了该结论概述了应对欧盟内部和全球人权挑战的前瞻性、全面性方针，以及欧盟确保西藏在全球人权讨论中仍然处于优先事项的目标。
此外，作为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访问计划的一部分，议员突丹汪清和突丹嘉措于上周六2月1号开始，对奥德利、维也纳和林次的藏人社区展开了为期2天的访问。在2名议员抵达奥德利时，受到维也纳藏人协会主席丹增公嘎的迎接。随后，他们与当地藏人社区的民众讨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西藏民主和中间道路政策等议题。在访问维也纳和林次期间，2名议员与当地藏人民众举行会议，发表演讲，并回答了民众提出的相关问题，以及强调了保护藏人独特身份和政治意识的重要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博物馆主办，4个美国各州藏人协会协办的为期20多天的巡回展览，于本周一2月3号在纽约西藏之家正式启动。此次巡回展览将覆盖纽约、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西州和芝加哥，聚焦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西藏的历史叙事以及生态环境等重要主题。展览将展出约100多件丰富多彩的文物，包括图片、西藏的货币、邮票和其他历史文物。此外，还将放映纪录片，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西藏真实状况的认识，同时促进与美国各大学和博物馆的合作。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